警队博物馆坐落于香港半山绿树环绕的宁静环境中，原址为湾仔峡警署。这座看似低调的博物馆，收藏了香港警队自1844年成立以来过千件历史珍贵文物，展示了香港警队成立至今逾180年的历史。警隊博物館係喺1988年11月25日正式成立嘅。咁建立警隊博物館咧，係希望加深市民對香港警隊嘅歷史啦，同埋佢警務工作嘅認識，保存警隊嘅文化，以幫助做歷史研究。喺60年代初期咧，當時嘅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韋洛夫同埋一啲警官咧，就開始收集警隊嘅文物，希望建立一個博物館。佢哋喺64年嘅時候成立咗警察歷史記錄委員會。佢哋仲呼籲捐贈同警隊相關嘅文物，獲得當時熱烈響應。直到1984年，香港政府批准將建於1939年嘅前灣仔峽警署改建做博物館，即係而家嘅館址。經復修之後咧，警隊博物館就喺1988年11月25日正式對外開放啦。我哋仲利用咗先進嘅科技，展述展覽嘅概念啦同埋內容。加強博物館同訪客嘅互動，以及我哋透過唔同嘅警察故事，彰顯警察克盡己任嘅專業精神，將博物館活化為具生命力嘅警察歷史同埋文化中心。2020年中，博物館展開大型活化計劃，並於2022年9月以全新面貌重開。活化後設有歷史展覽廳、專題展覽廳及嚴重罪案展覽廳，總展品數量增至約1300件。這些展品中涵蓋了制服、裝備、配槍、檔案等，全面記錄香港警隊的發展歷程。博物館還引入語音導覽、視頻、數碼相片和互動科技，大大提升參觀體驗。喺齊來做偵探展區裏邊，我哋設置咗以偵緝罪案為主題嘅多媒體互動遊戲，包括指模大師、搜證先鋒。參觀者可以透過一系列嘅3維動畫同埋有趣嘅互動，體驗香港警隊偵緝罪案嘅工作，並且提高佢哋嘅防罪意識。喺歷史展覽廳裏邊，我哋收藏咗一件超過100年歷史嘅上水之虎標本，作為我哋嘅鎮館之寶。喺1915年，村民喺上水發現老虎嘅蹤跡，警員到場調查嘅時候，老虎突然間撲出嚟襲擊佢哋，其中警員葛查因為咁傷重而殉職。第二日，當時嘅新界區指揮官當奴伯寧克率領警員連同村民一齊去獵虎，過程裏邊，印籍警員屈頓星亦都被老虎襲擊，當場殉職。呢隻上水之虎最終頭部中槍被獵殺。呢個老虎頭標本上邊，我哋可以清楚見到佢頭上致命嘅一槍嘅彈孔。博物館其中一個重要嘅展廳就係嚴重罪案展廳。嚴重罪案展覽廳精選咗香港歷年發生嘅當代奇案，配合短片展示，俾大家可以重溫一幕幕震懾人心嘅場面，了解到刑偵人員點樣可以鍥而不捨咁偵破各宗嘅奇案。當中包括80、90年代鬧市裏邊槍林彈雨嘅持械行劫案，90年代轟動一時嘅便利店紙包飲品迷魂檔案，喺2000年打擊本港史上最具規模嘅賣淫組織嘅火百合行動，以至近代手段兇殘嘅援交命案等等。喺展覽廳嘅展櫃裏邊，我哋都展示咗過去刑偵人員用過嘅裝備、配槍同埋調查手冊等等。無論你是對警隊歷史感興趣，還是想了解刑偵工作的幕後故事，這裡都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隱藏寶地。